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係泰國人美 T。今日想分享下龍布麥夏士那最近嘅事蹟。呢個事蹟係跟師傅一早預知泰國邊境危機嘅事件，令泰國人為之驚嘆。咁究竟成件事係點嘅呢？今日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嘅。而講到龍布麥夏士那最為人所熟悉嘅係預知未來嘅事，呢種修為泰文稱之為人人魯。但首先我哋要知道人人魯喺佛教中嘅意思係指佛陀同阿羅漢透過深度冥想而獲得嘅洞察力，從而預知未來所發生嘅事。今次所分享嘅故事係發生喺今年2568年5月28號星期一。對於龍布麥夏士那嚟講，呢日係有特別嘅意義。師傅依舊如常接見善信。對於善信嚟講，今日只係普通嘅供僧儀式，但實情係師傅好似為一啲事而做好準備。師傅為泰國第二個軍區捐獻2017860泰銖，並捐獻大約1500包米，以幫助支援邊境軍隊。而令到大家驚訝嘅事係當日師傅所講嘅說話：你哋所捐獻俾師傅嗰200幾萬，師傅係用唔着，師傅會將啲錢交俾各位軍官用嚟保護國家。呢件事並唔係簡單嘅事，每個人都要犧牲自己嘅時間，離開屋企同家人去遠方生活，去維護國家主權。呢筆錢對於購買各種裝備相比嚟講可能唔算多，但係師傅都想鼓勵所有喺邊境執行任務嘅軍人。呢段說話聽落好似只係普通嘅鼓勵說話，但當我哋回顧過去，係充滿住深層嘅意義。師傅喺呢句說話入面最驚人嘅係，佢話希望呢筆錢同1500包米可以多多少少令到軍人鼓舞，並支持鼓勵勇士。勇士呢個字眼就好似講緊需要面對戰爭，猶如師傅自己已預見到泰國軍人即將要面對嘅情況。就喺師傅捐獻啲錢同米包之後2日，即係5月28號星期三，泰國同柬埔寨兩國軍人喺接壤爭議地帶爆發衝突，雙方激戰10分鐘後停火。據報有一名柬埔寨軍人喺烏文虎嘅崇博邊境地區陣亡。柬埔寨方面指責泰國挑釁在先，泰國軍方就聲明稱柬埔寨方面率先開火。兩國民眾隨即喺社交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自從發生戰爭之後，就令到龍布麥夏士那嘅事蹟廣為人知。喺衝突發生前2日，就向第二軍區提供資金同大米，體現咗提前準備嘅重要性，而絕非偶然。呢段說話聽起上嚟就好似師傅事前已經知道邊境會發生衝突事件，或者佢可能預感到柬泰兩國士兵將會發生衝突，而師傅亦都明確表示所括嘅資金將用於喺執行邊境任務嘅軍事據點建造避難所。從呢點就可以知道師傅對未來局勢嘅睇法。除此之外，師傅喺上年6月30號嘅時間喺鬱氹郊舉行咗佛牌加持法會儀式。當日師傅亦都在場對善信作出警告，就係大家要小心2573年10月30號將會發生大水災，同埋曼谷會發生大水災。到時好多人會遷移到考曳而逃離危險，土地價將會上漲。到時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師傅嘅預言係咪會成真。呢個預言亦都同大名鼎鼎嘅聖僧龍布省幻不謀而合。龍布省幻早年已經預言，當年師傅同龍坡信朗喺討論預言中得出泰國將會面對一場大災難。龍布省幻對龍坡信朗道：遲啲我哋就會死亡，呢個世界將會好亂。如果我哋仲在生，就會見到幾場嘅災難。泰國南部會有大水災，洪水將會淹沒南部同西海岸，會令到好多人喪生，但都唔及曼谷，死亡人數唔會好似曼谷咁多。曼谷會有一場好嚴重嘅水災，嚴重到浸到去4層樓咁高，要提前做好準備定汽油同車輛，唔好揸舊車。呢場水災喺曼谷會落雨，連續7日7夜，成個天會黑晒，會冇晒陽光，而且仲會停電，金錢會變得一文不值。呢7日要準備定米包，遇到生命危險就要逃離曼谷去到考崖。洪水會一直淹沒到秦布利，就連啲寺廟都會被淹沒。呢個係因果報應，所以我哋要提前做好準備。
謹慎行事。龍補初為森林派聖僧龍補蚊嘅徒弟，龍補初曾經預言呢個世界將會發生第3次世界大戰，但師傅唔會見到，因為師傅已經圓寂。中東嗰邊啲人開始團結，曼哈頓將會水浸。呢場戰爭甚至比第1同第2次世界大戰更加嚴重，會有好多嘅原子彈為核武器。西方、中東、俄羅斯、中國各自都有原子彈。喺戰爭發生前會有幾種跡象。中東嗰邊啲人開始團結去對抗美國，而英國就係起源開始。會分開兩邊，一邊會投向美國，一邊會投向中國。中東地區嘅人會投向俄羅斯同中國，就好似狐狸同虎王聯盟一樣，獅子王都唔夠鬥。各國都有各自有原子彈互相攻擊。呢場戰爭會持續8個月，8個月之後會有戰爭後遺症達4年之久。原子彈撞到地底核心之後，石油會流出，會有句術語叫做黑黃金，意思就係石油。泰國會乜嘢都有，有錢嘅就買地或者買田。之後泰國、老撾、柬埔寨、緬甸、越南呢5個國家會種米養活全世界。到時全世界會糧食短缺，因為受到徹底嘅破壞，整個世界會變天。英國西方會變得貧窮，甚至伊拉克都會因為戰爭變得貧窮，因為一粒米會變得好矜貴。對於阿拉伯人嚟講，一粒米就係黑黃金。在此之前，龍補初曾經預言紐約會有高樓崩塌，而呢件事正正就係轟動世界911嘅事件。好啦，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再見。